为着保育咱台湾的樱花高文龟，也就是河带，雪霸国家公园管理处甲德鲁古国家公园管理处，从2017年开始合作，甲河带也放弃历史车地河环溪。经过几啊年的观察，鱼仔的数量是已经有愈来愈多啊。泰鲁阁国家公园内正清的溪仔水内，有本来伫雪霸国家公园七家湾溪咱才看会到的台湾文班。啊，毋过这几年也红了后，即马伫泰鲁阁国家公园合湾溪，我哪看会到。106年，那时候我们第一次2个国家公园就是第一次正式合作，然后到我们就是历史溪流合欢溪上游第一次放。好，那一次放了之后，然后后续就都有2个馆舍都有一起在持续合作。台湾文班是日本海来冰河时期入去大甲溪流域，因为地壳堑悬，走长去大海路，变作罕见陆丰三文鱼。上少时期数量存400尾，复育有成放转去生态地。数量非常的稳定，那也有自然繁殖，还有那个产卵这些，相较于其他的雪霸水有放到其他的溪流，相较之下，我们合欢溪上游这边的非常的稳定。台湾处是讲，为了保护台湾文班会当伫合湾溪生态，所以禁止民众进入。若做有去检查，还是乌白饲这的干扰行为，会依照野保法，还是国家公园法来裁处。记者综合报道。